黃琪居，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當家精彩啊，埋邊啊黃金盒高感幸運愉快啊，出邊走上去嘅命啦，暫時殿後縮住嚟跑就有你有我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黃金盒就放頭嘅，跟住喺第二位就品德寶寶啊，第三位嘅馬中間啊幸運愉快啦，埋邊黃衫就位高感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外邊係一世美麗啦，中間夾住嘅馬有高將軍啦，響入邊呢仲有傳承效應啊，攞出去外邊追嘅馬有當家精彩最出啊，知道穩勝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呢就黃金盒戰先嘅，品德寶寶追緊佢啊，中間位置高感亦都上緊啊，響入邊捐上嚟，淺藍衫隻新力驕啊，最出有你有我衝上嚟好勁啊，最後200米啦，見到大外檔有你有我殺上嚟嘅勢相當厲害啊，入邊位置仲有一隻黃金盒啊，接近終點有你有我外邊冚晒，跑第2名呢就黃金盒，海陸寶第3、第4名似乎係高感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有你有我早段呢就縮咗喺包尾嘅位置，可能都因應個大外檔啊，轉彎呢就揈出去大外跌，逢馬過馬贏馬，跑第2名黃金盒，第3名係海陸寶嘅機會高啲，第4名中。